歡迎嚟到小熊鬧鬧與魔法時鐘嘅故事，我哋一齊睇下鬧鬧點樣打敗拖延魔咒啦。小熊鬧鬧做咩都鍾意拖延，每次叫佢做嘢，佢都會話再等3分鐘啦。有一日，鬧鬧收到一個好特別嘅禮物，原來係一個識得發光嘅魔法鬧鐘呀。當鬧鬧又想拖延唔執房嗰陣，魔法鬧鐘突然轉得好快，發出刺眼嘅光芒，嗖一聲，鬧鐘吸走咗鬧鬧嘅快樂時間，將佢帶到去一個叫做專注森林嘅地方。森林入面有一間未起好嘅木屋，原來要逃出森林就必須要集中精神起好間屋。鬧鬧一開始仲想發呆，但係為咗返屋企，佢決定要同時間賽跑，即刻動手。鬧鬧聚精會神咁起屋，即係好集中精神咁做一件事，完全唔敢分心。終於起好啦，森林嘅魔咒解除，一眨眼，鬧鬧就平安返到自己嘅房間。從此之後，鬧鬧做嘢再唔會拖拖拉拉，佢知道珍惜時間先可以擁有更多快樂。